嗱，如果有關注我哋中山城區大平層嘅朋友咧，應該近期都有收到風，南區嘅德商越秀有部分嘅單位賣到1萬蚊一個方。咁對比於高峰期咧，呢個價格可以講係打咗3、4折嘅。點解咁平？到底值唔值得買？又適合邊啲朋友要考慮呢？我係阿豪，一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啦。我紮根房產行業已經係超過13年嘅。今日我就用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呢個樓盤目前嘅情況，以及我個人嘅最真實觀點。首先解釋一下價格點解會咁平，其實大家唔需要亂估㗎。呢20-30套貨呢就唔係開發商嘅，而係純正嘅公底房，係德商原來嘅建築商四川某一間公司佢名下嘅資產，所有嘅房源嘅證件係非常之齊全嘅。有需要嘅可以打開每一本證俾大家睇嘅，亦都係可以理解為二手房。人哋建築公司呢，只不過而家用低價嘅目的就係想快啲出貨，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匯款而已。劃一下重點呢20-30套房源呢係冇做任何嘅抵押登記嘅，冇債權債務嘅糾紛。低價拋售嘅原因就係想換錢過年。情況簡單咁樣講完啦，再嚟分析一下呢一批房源。呢批嘅公底房呢有196方、250、270同埋530方，貨量最多嘅集中響196方。但係老實咁講根據我多年以嚟對德商呢個項目以及佢戶型嘅了解，196方呢雖然係比普通嘅住宅佢會闊略，但係唔算話係德商呢個項目裏邊嘅明星戶型。好多老細之前追捧嘅係空間感更加大氣嘅230到250平方呢一種戶型。可惜呢，目前呢種面積只剩下嘅係2、3樓或者係1樓呢啲低樓層嘅單位，合唔合適呢？去現場睇過先知同埋仲有一個530方嘅，我叫做不得了戶型。為什麼咁講呢？因為佢係帶有泳池啦、架空層啦，客廳真係可以大到踢足球嘅，坊間打羽毛球都得㗎。但係講真啦，響中山好少話家庭買呢種大戶型嘅，因為你家庭人口真係要有翻咁上下，你先至會考慮㗎。喺度呢，我就唔詳細做每一個戶型嘅測評啦。我建議大家到實地感受一下嗰種196或者230、250嘅呢啲戶型，實地睇過之後，結合佢嘅價錢，再去深度咁樣詳細交流。因為每一個人買房嘅情況都係唔同嘅。反正約我就係㗎啦，鎖匙我隨時有㗎。另外呢，關於德商呢個項目嘅優劣勢呢，我哋分析一下。優勢大家就顯而易見㗎啦。第一呢，就係性價比極高，1萬蚊一方嘅單價可以講係大幅降低咗我哋買入呢種豪宅嘅門檻特別是係196方嘅200萬左右就有交易啦。如果攞住200萬，而家買到嘅係龍湖嘅117或者係保利朗悅嘅呢種第4代住宅，最低嘅最細嘅嗰隻戶型，我哪怕你得分率再高都好，係冇呢種豪宅嘅體驗感㗎。第二點優勢呢，就係位置同埋配套。雖然德商佢位置係屬於南區但係佢係位置響東區兩城板塊嘅交界，同埋我哋交通呢，走博愛路南圍灣都係非常之方便嘅。生活去對面就有南區大信萬盛市場天虹商圈，都係10分鐘以內嘅車程。第三點呢，就係小區嘅品質，佢係一個低密度豪宅嘅定位。背靠嘅係金鐘湖山脈，環境非常之安靜，同埋空氣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圈層係非常之純水。但係我仲係比較建議各位朋友重點要考慮清楚呢兩方面。第一個呢，就係裝修嘅投入，呢批房源嘅交付標準佢係冇批嘅啫，買翻嚟我哋係要裝修嘅。如果要裝出嗰種豪宅嘅質感，我估計每套至少要80到100萬打底。第二就係未來置換嘅問題，我哋唔係要擔心未來有冇人接受呢個問題，呢個唔需要多諗。響市區我哋唔驚二手嘅流動性，而係你買咗呢套房之後，響中山係好難以同樣嘅價格買入類似嘅品質、圈層、環境以及戶型純改善嘅呢種平替產品。就算你響東區嘅逸翠苑4、5期都好難揾得到，除非大家考慮嘅係換別墅。所以德商呢個樓盤值唔值得買？我嘅結論比較簡單，我哋買入德商呢種產品唔係好似超市咁樣買嘅打折嘅普通商品，唔係話所有人都合適去執呢隻夾乸嘅。德商呢種產品呢，更似嘅一件高級嘅定製衣服，價格呢雖然係打咗折，但係着起身你啱唔啱着呢件定製，佢係有條件嘅，條件符合啱你 size 就係超高嘅性價比。如果條件不符合嘅，就算你買咗之後，你以後嘅改動成本、你嘅裝修成本
可能真的讓您吃不消的。所以總的來說哈，我覺得咧呢個樓盤適合以下呢幾類嘅朋友。第一個咧，想要追求極高性價比豪宅體驗嘅，想要用普通高層嘅價格享受低密度社區、大面積、追求舒適度同埋圈層嘅朋友。第二咧就係注重環境，喜歡嘅係安靜改善型嘅家庭。特別是係家庭成員比較多嘅朋友哈，需要一個大空間，比較喜歡金鐘湖一帶嘅自然環境。第三就係香港嘅朋友啦，想要喺大灣區用一個低嘅總價、低嘅單價獲得一個高舒適度、低密度嘅優質資產。我建議香港嘅朋友如果想要買大平層嘅呢段時間都可以了解一下呢批產品。所以如果你正打算響我哋中山揾啲大面積嘅大平層，預算計劃響200到500萬呢個區間，而且能夠接受相應嘅裝修投入，那麼特商呢批工地房咧係你目前響我哋中山房產市場上極難遇到嘅性價比之選。佢唔係因為市場普跌嘅產物，純粹就係響特定嘅時間，因為而家係年尾，特定嘅原因，工地房匯款所產生嘅特殊機會，1萬蚊一方真係好抵嘅，因為你買嘅唔係普通住宅，係豪宅嘅大平層。總結就簡單講到呢度嚇，我係阿豪，之前長期大家有刷我視頻嘅粉絲都知道啊，我唔係好中意用花言巧語咁樣去表達嘅本地博主嚟嘅。近排嘅聲音有啲沙嚇，大家見諒一下。我係想用我嘅經驗幫大家理清楚每一個樓盤嘅真實情況，匹配最合適你嘅好房子。如果大家對特商呢批大平層感興趣嘅，或者係對我哋中山任何一個板塊馬鞍島、中山市區，不論你係深圳客戶或者係香港嚟我哋大灣區中山置業嘅，對任何樓盤有疑問、想要睇樓嘅，都可以隨時嚟聯繫我嚇。提前約我嘅朋友，我都可以1對1 VIP 服務，現場當面幫你分析你嘅買房置業需求，以及幫你攞到最優惠嘅每一個項目嘅樓盤底價。有需要嘅朋友隨時嚟揾我就 OK 啦嚇。呢個視頻拍到呢度，拜拜。